我没有跟人家不三不四。安庆辉，比较对女性长辈最。午安，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先带大家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去山顶采草药失踪的乌里桑已经找到。花莲一个68岁姓陈的乌里桑，为新日车闸就塞车出门，就安尼失踪去。昨昏本来厝内人已经决定无要再找伊，暗时有民众塞车经过马湾公墓，发觉讲到伊头壳也阁真清楚，骹小可整整。详细的情形，连线记者王志雄。好的，主播观众，失踪至今2个礼拜的陈姓老翁，昨天傍晚传出了好消息，有民众开车经过马远公墓的时候呢，在后面的帆布公寮发现有声音，随即下车查看，结果就发现是失踪的陈姓老翁。当时老翁双脚肿胀无法走路，在今天上午转院到了玉里荣民医院。来看一段救护访问。那因为当事人的身体精神状况不佳，那不确定其意识状况是否清楚。好的，因为当事人身体精神状况呢都不太好，有一些言辞跟家属描述的呢是不一样。详细上山的原因还有失踪经过，还需要等待当事人的身体康复后才能进一步的来厘清。而68岁的老翁呢是花莲万荣乡马远村民，10号开车出门就此失踪了，失踪日期已经有2个礼拜。老先生在失踪过程当中是如何保暖求生？如果有最新消息，我们会持续的来带您做掌握。好，那么以上呢是最新的消息。多谢志雄，继续要来关心中华一个60多岁乌里桑，昨下早骑奥多摆载5回孙要去买早顿，结果伫路口要倒弯的时，互后壁一只大只货车险险弄到，该在赶紧打档啊！阿公含孙，敢若小可切着伤，该在无啥要紧。详细情形继续连线记者林书宏来带咱了解。书宏。好，主播各位观众，大型连结车在路口停等红灯，没想到一辆电动车要从外侧直接左转，车内驾驶疑似因为视线死角没有注意到，就直接撞了上去。骑乘电动车的爷爷和载着的孙子2个人当场撞摔地面，好在驾驶发现异状，赶紧停车查看并报警处理。这起车祸发生在彰化县西湖，24号清晨7点50分。年约68岁的失信男子要载着5岁孙子来去买早餐，来到西环路时，却直接从外侧切到内侧，左转和平街。没想到刚好路口号志转为绿灯，后车连结车起步，没有注意到前方有车辆，就酿成碰撞，爷孙俩当场撞摔地面，电动车还卡在车头前方。幸好当时速度不快，又及时发现，人才没有惨遭碾压，第一时间送医治疗，2人都只有轻微擦伤，没有大碍。整个惊险瞬间全被行车记录器拍下，警方第一时间也到现场搜证，要尽速厘清整体事故的责任归属，也呼吁民众还是要和大车保持行车距离，避免类似意外一再发生。以上是目前掌握资讯，主播。多谢苏宏，继续要来关心狗卖跋落去树骹，互人抓到。台湾高山已经不是保育类动物，最近不三时发现高山弄入去人住的所在附近伫咧乱。南投林管处森林的护管员伫咧昆林拿来乡的山区发觉这只高山掉入咧大型的笼仔内，走袂得出来。经过米里附近收集证据，看到2个人来到现场，怀疑讲可能是因涉马含坑，2个人拢证无。因为这个案件牵涉到动保法，今嘛警察等咧调查。一只狗受困伫咧铁笼仔内，真着急跳来跳去，就是走袂出去。小小的身躯跍伫咧内底，无辜的模样，互人看了真唔甘。南投林管处松林护管员进前伫咧昆林拿来乡的山区，发现这只狗互困伫咧大型的油宝笼仔内底，当场就等伫咧遐来找证据，查到2个来巡视的可疑的查甫人，但这2个人拢讲唔是因来坑，来问当地民众，农民真无奈，讲因为狗实在是伤济，严重来影响收成。威网也无啥了啦，威网就迄囝尔啦，你若遐无啥食落来啦，伊种笋头咧挂起笋头吼，伊会食迄笋头啊。笋好食啊，即摆无哪食伊就落来啊。昆林拿来乡大山线附近，平常时就真济狗对山顶走落来山骹结规阵，为着要阻止这狗入来农园破坏，农民家己来做铁网啊，但是也是无效，更加唔知影家己来设这个油宝篮啊，会来违法。我唔知影了，安尼爱申请下。有人有需要就爱来请咩？只要是野生动物，就一定受到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保障。如果有猎捕宰杀的情形的话，会受到6万块到30万的罚款。因为专案业绩动保法，警方当咧调查，若是确实有违法，会根据动保法处罚6万到30万。若家己来设这个油宝篮啊，
农业处嘛当依法来罚5到25万。农民想要赶到，就算无伤害，掠的方式嘛着爱细腻，避免来触发。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寡人可能拢有这款的经验，你咧交挂金上买鸭，有时阵买鸭会飞过来赢飞，上尾停伫咱人的身躯，可能是和咱人身躯特殊的气味有关系，嘛有可能是因为老寒，大部分讲的比买的较济，敢讲是买的较惊臭汗酸味，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规大阵的鸭做伙飞，这个景致实在真迷人。当年的春天到秋天，拢会当看鸭。不过你敢有这款的经验？看鸭看到一半，香香到鸭直接停伫你的身躯顶，原因是啥？请保育员来回答。植物上面它比较少得到一些钠跟一些矿物质，所以它想要借由吸一些动物的粪便啊、尿液，然后还有人的汗水那些来得到这些。原来这鸭不是看你人真好才挖过来的，大部分其实拢是闻到汗水的味来的。因要爱的就是你汗水内底盐分甲矿物质。普通若是无咧食物件的时阵，鸭长长的喙就会亲像卷起来四光共款。啊，若伊要食物件的时阵，就会甲喙伸好长、伸好直。啊，伫咧你边仔飞或者是停伫你身躯顶的鸭，大部分拢是公的。雄蝶它跟母的交配的时候，会把精甲给母的，然后那里面就包含了一些钠跟一些矿物质，那个会帮助母的可以在产卵啊那些会得到更好的营养。唔是母的鸭较讨厌干的味，是公的鸭会甲挤出来养分当作礼物送给母的鸭，佮会当分卵活落来几率变悬。另外保育员嘛提醒，鸭唔管是公的还是母的，身躯顶拢有蓝，会当防水甲对抗敌人。所以鸭飞活的时阵，民众千万莫伸手去抓因，因为因的蓝若是落去，可能就会互因活袂落去。记者综合报道。起价消息要来关心前一阵因为风台影响到彰化新港乡大粒仓，规个酸顿甲真正力，种大粒仓头的人赶紧要搁再种，嘛引起到大粒仓仔即嘛长秋市介绍起差不多1倍，一支本来5角起甲变1块，同款卖甲无货，最近有钱嘛无地买，变做无大粒仓仔通好种的情形。竟然恁手中的资料讲互做公诉互恁呢，受灾的才有3公顷，比我较少。我甲我金种的都超过5公顷啊！不满县府的这个财选资料，亲像是有订单。县议员赖清美伊炮火全开，前一阵受到这个风台的影响，彰化县新港乡因为挡袂掉这个乡公户，地主者的仓头栽拢规个泡烂去。不过说因为这个种的面积无符合规定，无法度来申请补助，农民都爱家己了。即摆已经真积极来复耕，不过煞拄到这个无仓头栽通种。你知影伊即摆仓头苗无得买无？这个仓头栽的需要量真大，对原本一丛5角起到1块，不过要是无够这个仓头农的需要，出现这个大欠货，互当地农民感觉真无奈。啊，阮年年做咧种，啊年年也未去拄到，敢若今年较歹运。啊，政府有要紧啦，唔免赔啦。这做事人就是应该啦，啊，拄着歹风雨无法度啦。农民讲，原本就是靠天咧食饭，即摆阁拄着大自然的灾害，嘛无仰望讲政府通来斗相共。这个话讲了是有较酸，县府表示讲会照农改场的资料，建议农民都爱改种这个酸啊、红葱头，也是青菜花这的菜色。不过农民又阁烦恼讲，这农作物到时若是又阁产量过头，上尾又阁会崩盘，安尼是要安怎才好咧？百姓是足艰苦，你敢若搞多遐讲，多恁多顶咧讲诶。啊，你讲你去种，你去种，啊种是想要就收尾，生活会得来。农损的补助无符合标准，啊，若想要复耕，煞阁无这个仓头栽，当地农民是真烦恼。后一期若是讲无产物通收成，安尼生活是要安怎过落去咧？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个生意就真抢市，最近外国旅游的市场真大，航空公司一间煞一间成立，那有新的星宇航空，另外台湾虎航嘛扩大机队的规模。华航今年嘛要招技师，市场的技师会当讲真正市。那受飞行校发觉讲，去年飞行的技师罢工的代志了后，有更较侪少年家注意到技师这份头路，平均册月级拢总有25万6千块。不过因为航空公司招技师录取率敢若1%至2%。有一寡人甘愿家己开230万来报名学驶飞行机，摕到飞行机的资格了后，再搁去航空公司来引头路，安尼会当增加录取率。可以再高一点，大概5度的那个位置。
手放伫咧操作杆，目睭阁看着电脑，不时阁爱来调整油门，一个甲一个。即马飞行学校是愈来愈热。来说，我们大概从今年年初就有看到整个市场很明显的大概20%左右的一个成长。最近航空公司一间开，唔哪有新开的星宇航空、台湾虎航嘛扩大规模。华航今年更加要重新来招募机师，即嘛市场上对机师的需要来增加，佮加上去年华航机师罢工的事件了后，有真侪少年人注意到机师这份工课，平均册月就有25万。民众若想要做机师，目前有2种方式，头一种透过航空公司的招募，客入去录取的机会只有1-2%，也是家己报名飞行学校来训练，摕到飞行的资格了后，再来航空公司应征，录取的机会会当提高到10%到15%。但这2种方式费用是差真多，航空公司训练唔但免付钱，阁会当领到每个月差不多2万块的生活费。若伫外口的学校来训练，就要来交230万左右的费用。不过伫咧航空公司训练是有台调的制度，每一届拢有2-3成的人无法度顺利来毕业。飞行学校家己来训练，就较无时间的压力，两个相比，加上袂歹的月级，互袂少人愿意开更较悬的成本来报名飞行学校。6月份也拿到越南民航局的这个认证，所以整个把就业市场都打开来了。国内有部分的飞行学校嘛注意到这几年来加了越南的航线，更加积极咧开拓市场，替学员找更较侪机会，嘛为台湾培养更较侪新的航空人才。记者综合报道。后日日落看到这款车，大家可能就惯死，因为规台湾头一台 MIT 咱家己研发免人驶细只巴士头一摆公开。台湾家己研发这款无人驶的车，头一摆正式驶伫咧彰滨工业区。车内设人客座位，无驾驶座嘛无司机，因为头前后壁拢有倒感应器，灯源、停红灯拢会打动让人过，看起来顺时。研发成功了后，刷落来搁再开始要来挑战，伫咧彰滨观光区来接人客。银色的车身外形甲普通的厢仔车真像，行入去就袂输来到较细只的捷运车厢同款。内底足适合的，无限道路、无油门洞啊，敢若有升客位。这台车一台爱开3000万来做，伊嘛是全台湾头一台 MIT 台湾人家己开发制作的自动驾驶的世代巴士。自动紧急刹车启动。头前有人车队家己动落来，反应真紧，佫会领路里的交通标识。这个我们辨识到它是红灯，那车辆就会停在红绿灯这边。这台无人巴士是电动车，用开发团队1年的时间才做出来，充电4点钟会当走70公里。规台车的造型嘛，拢是台湾人设计，100%made in 台湾。号称 MIT 就是从0到100%。都是台湾里面打造成功的。我们是希望说，把我们台湾的自驾产业能够在我们台湾里面试炼完了以后，就能够带到国际市场里面去运行。开发团队已经伫为这台无人巴士申请路权啊，上紧12月会当上路。计划要伫彰化县5间观光工厂、甲鹿港天后宫停车场做观光交通车，加做地方的特色。记者综合报道。插播拄才收到上新的画面，来关心一个34岁妇人人来到新北市泸州这间诊所生囝，无意外子宫火母煞大病火，查甫红仔出世无偌久就无命，妇人人甲担也阁有性命危险。厝内人来到诊所也银纸抗议，诊所方面嘛出面来说明，咱做伙来听医生上新的讲法。是生产毕竟是有风险的，我也不是神，我也没碰过，因为当我们决定要开刀，然后划刀进去的时候，2分钟就看到娃娃的脚跳出来，因为子宫破掉了嘛。那个我们都有用做成那个影音档，因为现在手机很方便嘛，都可以录嘛。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提供给大家，因为我已经今天早上清晨3点左右，我已经到派出所去做笔录了。然后我也把那个资料提供给检方，然后让检方来做调查。那这个其他的细节我就不再详述了。麻烦各位到就是今天就是那个让大家花时间到这边来一趟。那我觉得我们这个最大的用意，应该是让我们社会妈妈怀孕能够安心。其实我在脸书上有 po 一篇那个说我是一个专业的医生，我到底专业要怎么写？要写说，哎呀，照相这个超音波做得很好吗？还是说这个抽血很厉害呢？我就想了，我的专长是不是这样写？
妈妈安心进来，孕妈咪安心进来，宝宝健康生出来，我们国家富强发大财。可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做到。那大致上，我觉得，因为现在媒体朋友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其实事情的真相，我是很诚心诚意在这边跟大家解释。我很欣赏林志玲小姐她说了一句话，希望我们的真心都能化成世间的美好。这个可以，我不想再讲了。另外，这方面同款是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今日针对民进党立法员陈明文伫高铁落300万这件代志的争议，邀请相关的单位来报告。不过现场大家火气拢真大，看到立法员费鸿泰也个顿椅顿倒，现场详细的情形，连线记者陈义勇来带来了解。义勇。好，主观众带你关注一下立法院财政委员会的最新状况了。今天呢，主要就是针对陈明文高铁上的300万事件呢来做报告并备询。那可以看到呢，其实这个报告还没开始哦，在这个过程当中却引发了部分的争议。主要呢，就是因为高铁董事长的上台报告呢，引发了主席的不满。那我们来看一下稍早情况。有相关的资讯，我会请负责运务的陆副总经理做解释。不可以。就你说明，这怎么副总经理？他是会议询问的哈。我讲，蒋总长，你给我听着。立法院各个委员会的召委，叫谁上台报告，谁就上台报告。你以为你官大？你派一个人这么来报告就可以啊？你私会树山呐？你领那么多钱，当然要你报告。你不要以为你后面有人在撑你哦。你了不起哦！让他把资料准备好再下台。我们现在，我再拿一个问题哦，我请问，等他在旁边准备其他的程序继续进行啊，我是第一个咨询的，我6点就来了。这个好，可以听到呢，主要就是呢，高铁董事长江耀宗在台上的报告呢，因为少少的几句话，引起了这个主席费鸿泰的不满，大声的呛下之外呢，其实台下呢也有蓝绿立委在爆发冲突。那以上呢，目前现场的最新状况，先将时间交还棚内主播。多谢义勇，继续要来关心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决定无要参选2020年总统了后，大家嘛真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哲，也有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敢会争取亲民党推荐来提名？郭文哲昨讲一句，则搁讲，所引起到亲民党发言人张淑文真无欢喜，认为讲郭文哲看起来真凊彩，无应该干那剩一支嘴。郭文哲在起时针对相关的议题，嘛有详细的回应。其实台北市警方对这种缉毒的力道是相当强硬的，所以我最重要是这样的，我们还是把它分两线处理嘛。吸毒的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当作病人，你知道哈。但是你制毒跟贩毒，我不会把你当病人，你这个就是犯人了，所以这个还是要严厉处分的。所以我们现在整个在台北市的黄毒就分两部分来处理。郭台铭是不是要跟你一起当双母？什么叫双母鸡？进军国会。没有啦，是这样的，既然双方都有善意，这样哦，他如果有他们资助的或支持的这种候选人，我们还是会帮忙嘛。那倒过来，如果我们的候选人可以的话，郭董要来站台，那我们当然是欢迎啊。那你们现在有进一步详细合作的计划？其实这样的，其实我跟你讲，后来发现，不管是我们这一些外科医生还是企业界啊，最大的特色叫滚动式管理啊。所以说，你现在跟我讲说啊，你下礼拜什么浮选动作，那天晓得啊，就但是双方只要有一个默契，就有合作意愿，那这些细节是随着情况在变化的。像昨天说好像拒绝了郭台铭3度斗内捐款，但李国毅上节目的时候，他认为完全骗人。他说如果要选的话，怎么可能不用郭董的资源？那这个所以是这样的，他们其实这样的，因为从2014到2018年，因为我们去年的选举啊，我觉得这样的哦，
我们要相信自己讲的话。所以我们既然我们2018年可以用那一种方式打完选战的话，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都当然是来赢得很惊险的啊。但是我觉得，既然它可以变成一个新的政治文化或新的模式的，我们就按照这个模式。所以，我还是我个人的理念啊，我觉得竞选费用太高是台湾政治败坏的开始。那所以我们其实民众党成立我们还是在现有的这种合法的架构下，你知道吗？你比方说政治现金就一定的管道这样，然后可以降低那个竞选费用，这个应该还是比较好的 model。所以当然，对了，当时他们也有讲说，这个他们愿意资助我们钱。我说你要资助钱就照政治现金的规定该可以捐多少就捐多少。我们还是不希望说拿了很多钱，然后开始打那个昂贵的竞选的这种方式，我们还是不赞成的。市长你说要相信自己说过话。那在去年选举的时候，小野因为被质疑行政部总理而请辞公职帮你辅选，你那个时候也说姚人多跟程序应该比照办理。那现在蔡壁如昨天的时候也很尴尬的说，就是党务跟公务上确实很难区分，那是不是应该有个标准？因为我们是这样，所以我们昨天刚好下午开那个廉政委员会，你知道吗？其实这样的目前当然我们一定会守法嘛，所以说按照目前的法律，你知道我们说党政的分际，你知道按照目前的法律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通常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标准嘛。那其实我们非常清楚的，那些议会、那些议员，我都想好怎么回答他。我就说你们议员都有党籍嘛，那你们议员也有助理嘛，就至于党政分离要怎么做，可以请议员你们示范一下你们的助理这党跟政务是怎么分开的你 demo 一次给我们看，我们就会。其实我非常清楚，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其实我都没有很认真的在做一些党的工作的当然是这样的我们昨天在廉政委员会也把它拿出来讨论，所以我们会成立一个专案小组来想说。其实按照现行的法律，我知道我们一定是没问题的。不过，它法律是最低标准的，只是说在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更合理合法的一个标准，可以让大家遵循。所以我们要开始在制定这个党政，就是说，因为以前我们也没有党就没有这个问题嘛。现在有党的话，我们愿意自己当做表率来演一个制度。因为张伟轩他昨天这名单曝光之后，他脸书马上引发网友论战，然后网友批评他说他提倡性平，但是却好像要跟你就是站在一起，然后觉得就是说他就是做法言行跟他的实际作为是不一的。对嘛？这种其实政治是要去让这个社会更好嘛。不过这样的，我觉得这样从政还是每个人的权利，每个人的选择所以我倒觉得。我们都尊重他的选择了。那你怎么看他开玩笑说，请先回答性别教育20题，快问快答全对，他再来认真考虑。他也没有出考题给我考试啊。你会叫蔡壁如去选吗？蔡壁如去选吗？宋学见面了吗？市长，你有跟宋学联络了吗？因为张树文昨天说，如果你有意要争取他们的门票的话，那杂波两母汤春季可以处理，你应该要自己跟他们联络。他最近有在卖什么药的广告吗？好来，市长，台北929有香港大游行，但是香港呢，昨天就是接连3起疑似有中共买凶、公然袭击议员、记者还有法轮功学员的行为，那似乎是想要让外界竞争，然后恐吓港台。请问市长怎么看？你说香港？对。香港这闹太久了。我觉得这样的，我还是，其实我觉得这。解铃还要系铃解铃还要系铃人嘛。其实这个还是看在北京政府的处理方式的。我就以前就跟他讲过，再 repeat 一遍嘛。台湾作为华人世界最先进的地区，你知道吗？发生在台湾的事情都可以给他们很多参考了。所以其实台湾怎么民主化的过程，你知道吗？大陆还是可以参考一下。还是觉得10月1号就会结束吗？10月1号会结束吗？黄静怡是已经确定他不选立委吗？哇，那你要问他。昨天蔡壁如在专访的时候有提到，没有啦，我还是给他个人回答，不然就说他是被不参选的话，这个。那你会叫蔡壁如去参选吗？会叫蔡壁如参选？昨天说再看看，张硕文认为好像不太尊重，他说怎么会对门票如此的不在意？其实我不在意的事情多的是了。那会叫蔡壁如参选吗？会叫蔡壁如参选吗？我们今天下面的。
换者心情，继续要带大家规台湾来行透透，来看到即马才9月底，伫台湾的关山都已经有秋天的感觉。福寿山的农场已经会当欣赏到波斯菊的花海，比人更加大丛。无论是大日头壳，或者是黄昏的景致，拢互人感觉心凉鼻透开。农场10月杀迎民节的优待，为10月初1到31，迎民提证件都会当有带糜，也有消费拍折。风吹得摇来摇去的波斯菊花海，远远看就亲像一尊一尊粉红色的海影，互人感觉敢若伫咧童话故事内底，水甲亲像咧做梦。福寿山农场每一年9月波斯菊大开，总是会请真侪游客来翕相，因为这个波斯菊花悬有2公尺，比人更较悬。毋若是花海，金甲像松林共款，实在是真水。今年受到气候的影响，波斯菊最佳的赏花期是咧9月底到10月中旬，目前花已经开5成。今年的气候变迁的关系往常的话就是可能是差不多9月初就有了。那么今年就是已经差不多有延差不多半个月左右，它可以持续到10月中。福寿山农场的波斯菊花海总共有2个所在，一个所在伫咧农场水蜜桃园，另外一个所在是伫福寿山农场的祭地场。花大开的时阵会较晚，但是因为有地广园甲山来做背景，这个景色是水甲，互人拢无想要转去。10月要来赏花的农民，佫有优待。10月份就是有农民节嘛就是我们的住宿还有那个门票这边呢都有搭配一些活动。福寿山农会嘛会伫咧面册顶悬无定期来提供上新开花情形，想要来赏花的游客出发进前会当先上网络来查。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方面来看到南投上新的风景所在特别上场，真侪人拢捌听过信义乡叶贴的所在双龙瀑布。也毋过本地这个水源吊桥真危险，无开放游客当过。县政府就要开5500万起一个双龙七彩吊桥，讲是规台湾上界长、上界深，并伫咧元旦假期这段时间开放，互游客行伫咧七彩吊桥，拢会当规个看落去欣赏双龙水墙迷人的风光。七彩吊桥起伫咧青翠的山的中央，水甲互人会搭止，行伫咧桥顶，可会当欣赏到真有气势的双龙水墙。南投信义乡的这个美景，早就已经名声透京城，所以县政府就专工打造这个双龙七彩吊桥。双龙瀑布那水源不管是在丰水期或者枯水期都非常的丰沛，非常的壮观。那第二个特色就是吊桥本身双龙水墙的边仔本来就有一个水源吊桥，不过足危险的，嘛无开放给民众行。不过真侪人拢会冒险走去咧桥顶翕相，所以南投县政府就开5500万打造这个景观吊桥，全长342公尺，桥面到下骹有101公尺悬，会当讲是全台湾上长上悬的吊桥。县政府佮买交通车做停车场，甲配套规划好，希望元旦就当开放给游客观光。那我们也会采取总量管制以及网络售票的方式来确保更好的一个旅游品质。那伫咧设计甲观景台工程顶的要求创新，相关的单位嘛，甲吊桥头前步道的楼梯改作行，体力无遐好的人嘛爬会起哩。希望会让向游客来七彩吊桥欣赏双龙仙境迷人的景致。记者综合报道。咱讲田头田尾的土地公，煞来要来看到这间土地公庙附近应该是无啥人住伫遮。这是大陆贵州省五峰岭有一间土地公庙，已经有几落百年历史。伫咧关山的山顶下骹一个看过，就是万地深坑，互人敢若看到骹手尾照冷。大陆危险的建筑物嘛袂少，像讲贵州梵净山的山顶，也佫有2座寺庙，伫咧海拔2572公尺的所在。另外，山西出名天空寺，起伫半山腰，敢若27支叉苦界土条咧，远一个看，蜿蜒伫咧半空中。伫真悬的山顶有一间厝，伊就安尼起伫咧山尾溜，边仔就是万地深坑，看起来实在是有够恐怖的。为山顶看落去，会当一概就看到附近所有的美景。这间是贵州五峰岭的一间土地公庙，所在敢若1.8平尔。传讲几落百年前，民众为着祈求风调雨顺、大丰收，把建材扛起咧山顶起起来的。据考究，这2座庙宇都建于距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的明代。
两金白色的庙起伫咧山尾溜的两边，中间敢用一座桥接起来。贵州第一名山环境山山顶的这两间庙，各行叫做天空之城，起伫海拔2336公尺高的所在，要爬起到山顶是真正难的。阿捌入选时代杂志全世界10大危险建筑的是一间。它的总长约32米，有40间左右的楼阁殿宇。山西省翠屏山的山北顶的有一间真有名的天空寺，敢若靠27支叉甲天咧，远远看就袂输起伫半空中共款。游客行伫顶下拢真细腻，要翕相手阁会错，就惊一个无细腻，甲下骹的叉打甲断去。中国危险的建筑袂少，不管是起伫山顶，还是起伫山北，拢互人开眼界。记者综合报道。感觉嘛是个人开眼界，来看到去韩国铁道的观众朋友，可能加减拢会来到首尔穿传统的衫，来到景福宫参观朝鲜王朝卫兵交接的仪式。最近景福宫搁再来推出朝鲜王朝的宫廷暗宴，互游客会当拿食丰盛有路的料理，拿欣赏古乐演奏，感受韩国宫廷剧的剧情。日头落山，南韩首尔的金福宫愈暗愈热闹，穿着传统韩国衫的查某人，伫咧金光闪闪的皇帝龙椅边啊来跪拜，阁有人透着月光咧弹琴，互游客敢若行入去历史内底。The atmosphere in the palace is very special at night, and it's a unique experience to be able to eat here and watch the performances. 古色古香的金福宫最近杀出暗时仔的活动，游客会当伫金福宫来食朝鲜王朝的料理，有糜、有茶，阁有做成花的糕仔，重现古早时代皇帝风俗。平常时啊食的菜色，现场阁有传统乐器演奏，贵宾敢若是来到韩国的宫廷剧场。Unlike other events at the palace that takes visitors on a simple tour, this program offers them a chance to sample unique dishes that were served only to kings while enjoying live performances. 景福宫每一年春天甲秋天拢有来开放游客参加宫廷的暗会，今年更加加急，互外国游客嘛会当参加，加上用英文来解说，互外国人更加了解南韩的文化。景福宫卫兵交接仪式本来就是观光客一定会安排来看的活动。如今佫杀出宫廷的料理，互介意韩国文化的人是真期待。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北京大兴国际机场30号伫要正式开始启用，用面的辨识技术，通关唔免佫再摕登机证件 check in， 轻轻松松就会当坐飞行机运行李，安检嘛会当佫较简单。另外，旅客会使提早伫咧地铁站登机过海关安检，行李检查一届就会当过，佫较便利。机场大厅的登机柜台无人排队，伫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为办理登机、托运行李到安检通关，全部拢靠扫面的技术来处理，靠家己的面就会当规个机场行透透。在安检的这个环节呢，您不需要再拿您的这个登记牌这些东西，您只用持一个身份证件，就可以通过识别实现这个人和包的这个对应。旅客会当透过手机 APP 查行李托运的情形，随时伫大荧幕头前对面扫描来查看登机甲航程的细节。安检通关慢慢紧张，海关加上安检的模式，让出境的旅客自然通关，把行李交出去一届，接受一届检查。海关的官员透过新型的电工机器检查旅客的行李，让通关的时间减一半。旅客在提取到行李之前，每一件托运行李全部都接受过了海关的检查。如果您的行李没有问题，在您取到行李之后，您可以很痛快地通过这个现场。旅客买当伫航班起飞进前的2点半钟，先伫草桥地铁站 check in， 甲托运甲登机的手续办好，再搁坐20分钟的地铁到机场。大兴机场30号正式启用，配合面的扫描这高科技的技术，希望会当为旅客甲排队的时间省落来，自然通关，嘛为机场的发展开创新的未来。记者综合报道。跳过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到，这是台中有一间室内夜市啊，有真适拍海堤电火、公路雨天，卖当是夜市。我跟他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近到只差一步。30啊，已经没有本钱去勇敢了。爱最大，不要管那些有的没的，你就上。老女人都不安排你出场，所以我只能用最真的我自己来喜欢你。被人爱的感觉真好，太猛了吧！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的男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只要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9月28日起，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大基本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今仔日要来跟大家小解一日，咱做伙来看到这里就是溜，另外佫一个音读做溜。这个溜本来意思是讲甲煮过饭粿，也佫有暂定吹一解，像人讲溜庆饭。另外佫有一解佫一解的意思，像讲讲过啊，你就莫佫溜啊。另外佫有复习的意思，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溜粿，头前讲到就是已经吹熟的粿，佫吹一解，互伊创好烧。第二个词是一句俗谚语。讲3日无溜，就爬上树，意思就是3天无复习，学过的物件拢会爬起咧树顶，代表讲拢会放袂记哩。咱用一句话来记咧，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伊拄开始学做师仔，先学做过功夫，就要先开始溜过。功夫就要逐工溜，3日若无溜，就会爬上树，就无法度歇熟手。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溜，提供互大家参考。继续要带大家关心在地事事项项。台湾最近观光生理比进前较歹，夜市啊，抑佫有旅社拢受影响着。规台湾白头坎的房价上款小可较排斥，小食店业绩落差不多4成。另外，上款的租金嘛较落8成，真侪人唔知影。人咧讲，一溪无鱼别溪钓，东港无鱼西港拍。台中夜市啊，也是一个开幕，煞色来夜市啊。另外，佫有真色派海堤电火，讲落雨天嘛会当踅夜市。踅夜市真趣味。一大一大小食面，各色各款，抬头看，佫有真水的水母灯，紫色的灯光一点一点，真有气氛。莫叫是这是倒一个卖场的美食街，这是台中夜市啊，请是一个落雨天嘛会当踅夜市啊。经常下雨天都会有人来，这边的摊位客人都不会跑。那个灯的造景是蛮特别的。下雨天就是可以遮雨，这样比较方便。咱咧看室内夜市啊，有铁厝、雨掠，营业都免受到天气的影响，甚至伫咧设计时阵，甲风拢已经炸掉，就算寒天来说嘛袂寒。采用单位加上店面的方式，单位拢真清楚，你会当招朋友来这烘肉，佫会当唱歌。大家就觉得来这里唱比较热闹。就一起吃东西，找朋友一起来逛。另外嘛，真大心来替摊商画出会当直播的所在，直接把商品放送出去，增加商机。特地加码送礼物。未来佫会规划室外电影院，西湾夜市啊，佫会当看一场电影，心满意足来转去。台湾的观光淡薄仔退步，夜市啊甲饭店是头一个受影响的。一个这个时机点嘛，有人煞无共款的夜市啊，希望用新的创意来刺激观光。记者综合报道。继续要带大家来看传统做旗袍的功夫。这间做旗袍的头家叫陈庆春，为国中2年开始做疙瘩，已经做超过半世纪。伊的人客有大名车，嘛有安奈贵夫人，另外佫有出名连续剧，嘛捌找伊做衫。不过即嘛时代慢慢无共，旗袍无亲像古早遮尔抢市，一寡做旗袍的师傅拢一个一个退休。第2代头家即嘛设计一款现代化的花草，请外国的少年主顾客来互老店规个佫再兴起来。现代女性若是换穿旗袍，行路起来是安尼婀娜多姿、莲步轻移，宛如云过月，散发出东方女性特有的魅力。背长15，前长17。一刀甲剪到底拢袂丢除，便若是目睭小咬一个。设计图甲人客寸笑拢记伫个头壳内，这就是陈恒春伊立职50年的深厚功力。旗袍每一个地方都要做好。如果做不好，这个旗袍穿起来就没有灵气，就看起来像洋装，那就是不合格的旗袍。不好的看起来很呆板，穿在身上，人都会穿呆掉。讲话点点都有力，这都是陈恒春师傅的自信，嘛是伊对家己的要求。从少年的时阵做到即马头毛都已经白西西啊。陈恒春今年70岁，伊上早是对因老爸伫咧浙江来到台湾。伫咧10几岁时阵，就家己一个人上北来拜上海的老师傅学手艺。我们那个时候
要磕3个响头，还要跪下来跟他拜师。我开店开了10几年后，就有很多的富商巨贾啦、达官显要啦，还有一些影歌星、有名的大牌的影歌星都有来。唔愿讲出有甚物出名的人来找伊订过这个机炮，这是陈恒春伊对人客运输的尊重。不过，这个请赢一时的机炮，煞伫个70年代经济起飞了后，豆豆来退流行。另外一方面，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迄个款式像样的大量生意，伫咧服装界来引起潮流。安尼机炮就无法度成做市行的主流，来定做的人就愈来愈少。像中山北路都有10几家店面。现在只剩我一家。痛心的就是学习的人比较少，而且最主要就是，台湾人的现在接受度比较就是崇洋啊，那对我们中华的文化保留是缺乏很大的信心跟保存啊。即马布料引进就紧迄款较有现代感的花色。嘛特别去研究少年人甲外国观光客因介意的花草甲这个款样。观光客应该有占到3到4成左右了。有很多的宴会在旗袍是算国际礼服啦，那蛮流行的，然后都不会去就是很多场合都蛮符合的。儿子回来他是帮我行销网络这方面都归他负责采买。还有一些就是手工方面啊，简单的。陈恒春讲，早年的传统的机炮，伊的暗领拢会做较安踏，就是要创造迄款纤细的美感。即马暗领的开口甲这个开车的关节，唔但会随性来做变化，嘛会当甲成做迄落下肩的底裙。不过做工又是坚持传统，设计款式嘛是真活叫，袂白死死。要来互机炮继续来展现这落多彩单调的风情。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手路菜要带大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来看到台湾真珠牛奶茶伫日本请假抓袂掉，刷落来土豆汤同款嘛真时行。休困一个要来看到骨肉康无共款的食法。我跟他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近到只差1步。30啊，已经没有本钱去勇敢了。爱最大，不要管那些有的没的，你就上。老女人都不安排你出口，所以我只能用最真的我自己来喜欢你。被人爱的感觉真好，太猛了吧！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的男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只要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啊！9月28日起，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华人直播盛典，超人气卡司、曹格、周兴哲、熊仔、张立阳、J. Sean、IBI， 华丽的主持阵容：黄鸿升、Janet、刘荣嘉、吴建衡、李佩瑜、李。欢迎继续带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要来看到讲到台北特色的料理，一般人拢会想到牛肉面。到一个协会为了要来推广牛肉面，特别办牛肉面评选的活动，拢总有56间业者来报名，为了要公平，拢是用同款的碗盘来比赛，互评审唔知讲到底是某面店的店名，看什么人的功夫较平切。中基尾新北市邦桥一间30年历史的牛肉面店，用上盖青的大骨控的牛肉汤，36点钟摕到比赛冠军。评审嘛讲，一碗牛肉面要好食，爱伫咧15分钟内就爱煮好势，面条也有肉质，拢是好食的关键。带大家做伙来食看卖。牛肉面专家摆一排为牛肉面评分，食的是倒一间店的牛肉面，因拢唔知影，所以唔拿爱片面的香味。牛肉有好食无，更加是摕到冠军的重点。冠军得主是
皇家传承。摕到2019台北牛肉面享誉国际评比比赛冠军的店，就是新北市的这间有约30年历史的皇家传承牛肉面店，用大锅来控牛肉，控36点钟，加上无加味素甲香料，互因摕到头名。有毽子心以及热条，那吃起来相当的，我们用特殊的料理手法，让里面饱含了这个牛肉的汤汁。甲面下落滚水内底沙，时间一个到，就赶紧好起来，刷落较汤，甲牛肉放入去，看到互人嘴软意直直。第二名的就是台湾一品，汤头有半红烧、半清汤的口感，加无共品质的柑仔味来控汤，互汤头更较顺。另外，桂冠是这间牛将军，用泰国式的手法，互牛肉面吃起来有一寡柠檬的清香，嘛受到评审的肯定。如果冷了又不好吃没有现煮不好吃，所以我们最主要就是就在这个15分钟内让评审去试吃。专家建议牛肉面要好吃，唔那爱将握15分钟上好吃的时间。另外面唔那爱 Q， 爱有麦爱香味，佮爱会素汤。牛排部分爱用麦的火去煮，互牛筋变嫩，口感佮袂走去，才会当互肉吃起来袂伤柴。将握到这个重点，就会当互牛肉面变做互人无法度放袂记的好滋味。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互人放袂记哩，来看到台湾的金珠古灵茶，在日本的当讲是称家抓袂条，刷落来土豆汤嘛当时行，因为最近有日本的综艺节目来到台湾超级市场要找好料的，结果发觉讲一罐一罐的土豆汤绵绵松松，互人食甲学了解得知。咱台视新闻的记者嘛来到市面问土豆汤的店头，发觉讲一般日本的观光客特别介意，网络嘛开始咧讨论土豆汤安怎煮上解下味，有人掺米啊，有人掺豆花。有人掺油炸粿、咸甜啊、咸甜，有各种无同款的食法。日本的综艺节目来台湾的超级市场找好料的，听伫咧即摆土豆汤头前，特派员现开现饮，甚至讲可能是未来会伫咧日本北港的美食。敢有影镜头来到市面上卖土豆汤的店家看卖，结果发现日本观光客拢真餓了。なんかピーナッツがちゃんと柔らかくて甘くて食べやすかったです。日本にはないので、白玉とか大好きなので、とても楽しみに来たので美味しかったです。一食入去绵绵松松的口感，天气渐渐变冷，来一碗烧烧的土豆汤，温暖又搁甜的滋味，真侪人真介意。这一摆意外红到外国去，日本人对土豆汤的评价是真高。正港的台湾人有啥物款的食法？汤圆、芋圆、地瓜圆。加牛奶，习惯吧，客家人吧，客家人喜欢花生跟汤圆之类的，然后就把它混在一起，加豆花好像也不错哈。拍开包装，甜一甜的土豆，罐装的土豆汤受到日本节目的欢迎，网络顶嘛有声去讨论，无论是配圆仔、蚵仔还是豆花，拢是真赞的食法。甚至有网友认为，来掺油条、咸甜的滋味，才是内行人的食法。真侪民众自细汉食到大汉的本土美食土豆汤，是伫咧真侪年代了后，可能会当变成另类的一种台湾之光。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个光同款是真无同款，这是中国大陆的福建省武平县9月2日，这一天半空中有一个心形的云，看起来真清楚，日头光一个笑，小可窗光，互看到的民众拢学了讲实在足好运。嘛有人去想到，迄一天拄啊，可是新历9月2日，对同音就是就爱你，真侪人赶紧下愿，希望会当有幸福。我跟他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近到只差一步。30啊，已经没有本钱去勇敢了。爱最大，不要管那些有的没的，你就上。老女人都不安排你出牌，所以我只能用最真的我自己来喜欢你。被人爱的感觉真好，太猛了吧！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只要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 9月28日起，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华人直播盛典，超人气卡司曹格、周兴哲、
熊仔、张立阳、J 上、IBI， 华丽的主持阵容：黄鸿升、Janet、刘荣嘉、吴建衡、李佩瑜。第3届华人直播金鱼奖10月12日下午3点，敬请锁定台视。你疯啦！我们被警察找到，总比我们2个死在海上好吧？他没见过你，我把我的笔电交给你，你能答应我不要交给警方吗？你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我？要不然把所有证据交给警方啦。你跟陶丽案真的没关系吗？你有盗领案的大消息？我们被列为嫌犯了，为什么会这样？你的公司还要求你赔偿1亿元呢！有人在追我，好像是警察。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刚刚在开会的时候，小秘密该不会只有我发现吧？什么小秘密啊？执行长跟林安安的地下恋情。你还记得你要以身作则，不能带头把员工，不然下面的人会有样学样吗？安安，你该不会喜欢执行长吧？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拍台视忠孝节义抽好书活动，9月24号礼拜2起到10月17号为止，拍下你看台视忠孝节义电视画面照片，把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就有机会把杨丽花忠孝节义好书带回家。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我觉得台湾自由多元的出版文化，应该也可以成为亚洲之光。有一些事情，只有像我们这样，什么事情都想试试看，而且不屈不挠的家伙，才能够做得到，让我们的文化更丰富、更精彩。谢谢大家。是楚国的军师，今嘛有建国人知影，你上救楚国的将军，连全队难倒一死。英雄把公主并肩曲服，也唔赶紧去จาก周英雄找啦！我不服，我现在就要进宫讨回这个公道，反抗分裂，3日后飞檐报道。大将军再来啊！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优丽花歌剧忠孝节义。以不用手的方式让2条弹力带穿过身体。你想象一下你怎么出生的啦？不行，我不知道意思啦，我现在知道意思是什么了。感谢福尔尿酸机冠名播出。是你们叫我们并桌的，你们不可以这样对我。熟女是很可怕的动物，而且又熟漂亮的，那是更加恐怖。我没有跟人家不三不四。安庆辉，你知道对女性长辈最懂事的称呼是什么？阿姨，是姐姐。听到那个阿姨姐姐之后，就像被衰神缠身一样。创造人生啦！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的男孩》。我跟他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近到只差一步。30啊，已经没有本钱去勇敢了。爱最大，不要管那些有的没的，你就上。老女人都不安排你出场，所以我只能用最真的我自己来喜欢你。被人爱的感觉真好，太猛了吧！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的男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只要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9月28日起，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
华人直播盛典，超人气卡司曹格、周兴哲、熊仔、张立阳、J 上、IBI， 华丽的主持阵容：黄鸿升、Janet、刘荣嘉、吴建衡、李佩瑜。第3届华人直播金鱼奖10月12日下午3点，敬请锁定台视。你疯啦！我们被警察找到，总比我们2个死在海上好吧？他没见过你，我把我的笔电交给你，你能答应我不要交给警方吗？你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我？要不然把所有证据交给警方啦。你跟逃离案真的没关系吗？你有盗领案的大消息？我们被列为嫌犯了，为什么会这样？你的公司还要求你赔偿1亿元呢！有人在追我，好像是警察。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刚刚在开会的时候，小秘密该不会只有我发现吧？什么小秘密啊？执行长跟林安安的地下恋情。你还记得你要以身作则，不能带头把员工，不然下面的人会有样学样吗？你该不会喜欢执行长吧？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拍台视忠孝节义抽好书活动，9月24号礼拜2起到10月17号为止，拍下你和台视忠孝节义电视画面照片，把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就有机会把杨丽花忠孝节义好书带回家。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做一个食材没有那么困难，自己下去做，亲力亲为之后才知道，真的好累。当你累的时候，很多东西你还是在逐渐在成长，在累的过程你会乐在其中。我们面条其实跟一般外面的那些有颜色面条最大的差别是，外面的面条他们是加像番薯面，他们是加番薯粉，可是我们是把所有的食材都用蒸煮的方式，把它的水分锁在里面。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好酒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来欣赏，这是法国东南部阿尼比斯山风景真迷人。这2天办规世界，敢若只有的自由飞行嘉年华，参加的选手拢打扮做奇奇怪怪的人物，坐飞行线为山坎顶飞落来，飞入半空中，过看过看懵懵，声上千上万的民众做伙来闹热。新闻上尾朝台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一中，祝大家平安健康。我跟他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近到只差一步。30啊，已经没有本钱去勇敢了。爱最大，不要管那些有的没的，你就上。老女人都不安排你出卡，所以我只能用最真的我自己来喜欢你。被人爱的感觉真好，太猛了吧！每周1至周五晚